爱跳爱，日头天。呵呵呵，我最爱雨天喽。你喜欢雨天还是晴天呢？红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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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hen嘿好朋友，一只大金条，两只做上桥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节目就要开始啦！天空啊，老飞哦，乐不天真是太好玩啦！鞋子都是水了。真好玩！天空啊，老飞。兄弟喂，不要再唱了啦。一直搂不，有什么好高兴的啊？秋啊，乐不天很好玩啦，可以玩水耶。只有你一个人高兴。搂不天，我就不能和演讲季去露营了。招啊，我妈妈真爱过去招啊。露营和跑步都不好玩，乐不天最好玩了。乱讲，后天长好爽。小弟，很真奇怪呢。他家拢家己好听，干那很家己乐不天。对啦，我就是喜欢乐不天，怎么样？我家己亲一头，乐不天好玩，后天好爽，乐不天好玩，后天好爽。嘿困呐，买个便啦！气死我了！反正天空一直在乐不，最好永远都不要出太阳。天空啊，乐飞，气死我了！嘿，我就一个好办法啦！咕咕咕！世界体育太响，Super Chicken 类啊！你睇就太就热嘞，就希望你都不天。不就太，只希望迄好听哦。给上瘾，看见了就上空。标准到就当个假上瘾，这题目甲几个任务做好，顺眼你家好天气。我家己好听。顺眼你对本。我家己都不天。养出安尼落母啦！拜托，较紧请伊跳啦！拜托。太姑，你到底有什么好办法？哦，等一下哦，我听没看哦。发现要改抒情呐！演讲季，刚刚我们碰到修德伟，修德伟说他喜欢乐不天，希望永远不要轻一头。哈，那嘿日情拢唔轻伊头，会日情无准困如这样啊！是啊，气死我了！嘿，不是讲，会你那做好听人讲，好听人讲，唱啊，就好听人讲的着上空，一天真紧是要轻一跳啊！真紧的哦！唱啊，较紧听堂。准备手棍、扫和乒乓，用手棍和乒乓包起来搭对好，将搁在手棍面上放一条小面。耶！你条人工做好啊！过来呢？然后把好听人工挂在草木面上，上日起一天要轻一跳啊！哦，
好听人讲，好听人讲，较紧请你跳啦。好听人讲，好听人讲，较紧请你跳啦。啊，演员辛苦了，等你一下七八金天，相爷七八请你跳啊！耶！请你跳啊！哼，什么好听人讲？嘿，看我的！嘿嘿嘿。雨天娃娃，雨天娃娃，赶快落舞啊！咕咕咕！世界体育太响，Super Chicken 类啊！你睇有就台的，就热的，就希望迄落舞天。不就台，只希望迄好听，哦，加强音，看到就上课。加强音类。另外改。我无爱落舞天，我无好听，嘿，我无爱好天，我无了不听。再无会名女讲。哇，耶！哇，请你跳啊，请你跳啊，请你跳啊！哇，好听人格满塞，哎，你们看，哦，这个舞天音鼓一定是小调挂的啦。哎哟，不过演员有3届好听人讲，舞天人讲，干那1届都那是演员奖咯。演讲季，我们把帐篷拿到外面玩好吗？好啊，耶！好听，真的太棒了，可以露营喽！哇，较紧较紧，大家做朋友送哦。嗨，哇，好棒哦！演员，有天做要该送什么？亲像迄个舞的相亲咩？唔会啦，个落舞哦。有冇？我的萝卜啊！兄弟喂！哎呦！兄弟，你真的很过分呢。像啊，明明都已经好听啦，现在佮变做了不听，真惨呢！我就是喜欢落舞嘛。兄弟喂，嘿，真见家己，萝卜甜嘿咩？那安好啊，很先陪我欣赏好听的游戏，等到萝卜甜的事物，我已经陪欣赏萝卜甜的游戏，好冇啊？啊，你们真的会跟我一起玩落舞天的游戏吗？好吧，那我先陪你们玩好天的游戏好啦。你跳天也好，落舞天也好，大家一起玩最棒了。给通爱讲。也哈为大家报告下礼拜的天时预测。礼拜一是落雨天，礼拜二落雨天，礼拜三是无阴天，礼拜四是落雨天，礼拜五会出日头是好天。最近天时状况讲唔问题，最近那杯是落雨，要记得带仔水衣哦。哇，你弄阿姐，很就厉害呢，很不要无气象哦。系啊，只要每一个人都加练习，每一个人都做得保气象哦。哇，两个真好耍咧，我不准请假梦梦。好啊。礼拜二
星期头，礼拜二落雨天，礼拜三无阴天，礼拜四落雨天，礼拜五落雨天。杨子，来报来好无啊？迄几好啦，毋过有损失，重点多诶呢。啊，都变了呢！啊，真快啊！我无准阁试一摆么？好啊，毋再试一摆看啊。你们为大家报气象，你礼拜气象预报是：礼拜日落雨天，礼拜二落雨天，礼拜三无阴天，礼拜四落雨天，礼拜五好天。迄样做啊？我哋会报了错误啊？完全正确，按讲这毋是得一个年为大家报气象的哦。耶！我咪无种一家报气象啊，落咱二种阿姐。打金条，两只手上叫，哇哈哈，哇哈哈，朋友 and 你在飞啦。